南公立的幼稚园甲非营利的幼稚园新生入学，为了公平，今仔日统一用电脑来抽签。今年这个幼稚园有增加班级名额，所以今年的录取率将会超过8成。3、2、1，启动！市长黄伟泰推动111年学年度公立和非营利幼稚园新生电脑抽考的技术，预计录取率有8成。希望说孩子的进入教育体系的第一步能够走得稳，然后能够走得顺畅。台南公立幼稚园去年度开始全面用电脑抽考，非营利幼稚园有9间申请电脑化招生。所谓评价指的是你每个月呢，从今年8月开始呢，那么都是低于3000块啊。那么其余的部分都是由中央跟地方的来负担。第摆招生若是有名额，会伫咧5月初6第2摆新生入园登记搁抽一摆，到时阵卖直播，请家长爱注意每一间幼稚园招生的资讯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